准准备前导一弓，坤导一弓，啊，掌声好，掌声好，请坐下。咱咱在这注意，点么事干注意这年代的，大家早安。好，掌声早安。咱同学真欢喜，有再一次学习的这个机会，咱首先感谢上天慈悲，祖师风祖，尊师傅两位后代记的台湾大德，互咱后前期五代医生，咱前期点么书，咱前辈者的一个栽培，互咱学较有再一次学习的这个机会，今仔日分享台湾过去10年来学习这个道德经，我感觉真难啦吼，所以咱这个班人较少一点，各位都是上层次的来学习这个道德经，今仔日咱报道的这个段落咱头一种是咱复习机，所以咱命要讲，较早学读册的时阵，咱同学拍电话来咱兜，阮弟弟若接电话，讲要找郑开义阮弟弟拢讲无伫诶，阮同学拢讲，莫搁电啊，就是你。人拢别人拢讲阮的声有一点仔细，我无感觉诶，咱过去时阵你听毋知有感觉无啦？可能经过40-50当声，可能就较无感，可能较早少年的时候较感觉。弟弟做生活是讲头一种，咱学校的对后壁来报告第34种头一种34种，33种，33种，其实咱老师咱早头咱父亲来讲，道教定其实是体，嘛是道德经的一个精髓就是道教定，拢包含伫即内底。要讲着道道要典现，是要有定啊，无道人讲无声无息，不离不觉中在运行，在作用，在操作这个世界规个宇宙。若无这个定，这个显示其实咱感受着这个定，这个道的伟大有伊个作用。所以伫咱人伫宇宙、伫现象界、自然界。定就是安尼咧运行啦。圣人呢，观天发地，看即个自然，看即个天，看即个地，看即只鸟看即只什么动物，看即只树即个水咧流，体会着道德。人我感觉着差一开啊！所以咱无法度完像圣人安尼观天发地，体悟着道德的即个真理。所以咱爱后成发现啊！咱观天发地做袂到，咱后成发现。成就是圣人嘛现就是贤者，圣人贤者，先佛就留下经典。所以咱就爱照即个学即个经，看即个顺即个路径，即个先佛圣人的脚印对因安尼。咱今仔日学习道德经，其实就是对因的脚印。拄啊，咱讲着即个道德的典现，有天地咧典现道德天地啦人圣人已经做互咱看，伊呢嘛是咧典现即个道教定的一个浩瀚所以伫道德经内底也伊讲着形而上的道，嘛伊讲着规矩做人做事该爱有的一寡应该有的即个标准也好啦风范也好。所以另一种，其实伊大部分讲伫咱人即个圣人贤者老人应该有的一个作为啦知人者智嘛知之者明，点一讲。那咱即种何况即种，就较偏向咧讲即个道体的即个部分。所
所以脑子的道理哦，交替啊，高铁哦，有的时候讲这一些，啊有的时阵呢，就讲这个部分，啊这目的就是要互咱去有所体会啦，照着圣经讲的这个道理，哦，这个物件吼，啊互咱去体会，啊所以看天看地有当时啊，咱这知识较浅，看也无啥，啊就日头就咧出来吼，啊就咧落山吼，啊寒天就寒，热天就热，时间到啊就安怎拄安怎，感觉也无啥。其实内底都是奥妙的所在哦。啊，不过这个奥妙，看看咱会感觉讲，啊，伊这奥妙呢，这个奥妙，伊同我有啥物关系？啊，所以圣经就拄啊是头一种的甲伊讲，咱爱所有一切道理的现象的作用，天地的运作是咱人共款的运作啊。咱人有法度学习天地的运作，天地的运作，伊是一片和谐的，一切都是这样自然，这样美好。但是咱会去讲到咱最近看到的一寡纪录片，即摆迄个传播公司媒体制作者终于来，你拍呀，好法度互你看到遐，我就足感叹的，我足敬佩的。即摆是讲有摄影机在咧看，有科学家在咧研究，是仪器在咧侦测，所以透我都去看就讲，哦，原来咱这个天地是这样奥妙，哦，咱的大自然是这样不可思议啊！咱去想看3000年前、2500年前，咱的福德，咱今仔学的拢是奇怪，因来知吼，所以即摆人足赞叹咱较早老祖迄时阵的地位啊，想看咱老祖。不窥有知天地哦，啊，不出门知天下，有法度知。这就是咱其实每一样拢有诶，咱就是负责用讲本觉属觉，咱人有一个觉性，有这个觉性，咱是足珍贵诶咧。哦，觉性，有通去感觉就好啊嘛。咱感觉热，咱会创啊，想办法解决诶。感觉寒喏，咱嘛想办法解决。啊，所以有这个觉醒了后壁咧衍生的遐作用，就是咱人的这个自性的地位的所在。啊，人自性灵性万法嘛，啊万法要会生嘛，是爱一开始爱先知呢，知影有感受了，才有法度去作用出来。啊，若拢无吼，戆呆啊，嘛都寒，我住就无安尼哦，安尼敢好？安尼无好啦吼，安尼物种会灭绝，大自然就会甲你显示讲你就是在淘汰啊。啊，所以咱人这个觉性有，后壁这个地位佫无好生出来，有迄个磨合本体，咱的土体发迹之地若生袂出来吼，枉挺为人啊！什么叫挺为人？无使咱去做人啊，所以咱可能无圣人迄种地位，啊，毋过咱来学圣人的地位。学习因吼，互咱家己更提高一个层次。咱毋是安尼正常过一世人，咱知影咱爱去提升啦，爱去提升，提升是提升啥？出较大间嘛，车较大台嘛，钱赚较济嘛。迄种过客啦，对吧？刚师傅讲贵客吼，贵度的尔，是咧因缘。哦，咱因缘若较好，咱会趁较好嘢；啊，咱因缘若较无遐好，咱会较普通啊。啊，生日这个生在此世吼，咱对安怎较普通吼，咱拢比较早的皇帝较好啦。较早的皇帝拢无冷气也搁吹，较早的皇帝呢拢爱人下风，咱电风甲咱吹落去，冷气开落去。哦，较早的皇帝食物件拢爱现做，咱有冰箱甲咱冰的吼，当时要食拢有好料的。安尼佫无够吼，咱栽配卡的随叫随送。所以咱现在人拢比古早的人好千百万倍啦。哦，啊，毋过呢，咱袂使阮奖励外在享受，咱爱提升对内在心性的提升。哦，那修行要安怎提升？听说一个道理嘛，听说一个道理真重要。哦，毋知就做袂到。王阳明讲知行爱合一啊。所谓知行合一，就是讲咱若真正知。的时阵，咱就做会到。咱咧行的时阵，其实内底有真理啦。哦，真正的知啦，毋是迄个意识上知尔，真正知咱就做会到。哦，所以咱今仔先透过学知，哦，知影了，
甲形出来，开始执行合意，形的当形的当下吼，内底是有 DNA， 咱知影到遐，所以咱做会到遐。啊，不过呢，其实普遍咱的境界拢咱袂到遐啦。所以咱学的过程，咱即摆拢叫先知啊，先学之后，后来慢慢的行。啊，不管如何啦吼，不管安怎，就是讲咱今仔来听到你学着了，就是爱甲应用。那应用伫咱的生活当中、日常当中，互咱即个觉性时常展现，时常展现吼。啊，觉性知影啥？拄啊，讲师讲，低因加低，就低加低。虽然讲师伊各有解法啦吼，咱互我对一句讲句就是，讲出起来，其实要知影别人较简单吼，还是靠地位、靠聪明才智。啊，不过重点爱自低啊。要胜赢者，靠有力就会赢；要赢别人吼，靠有力就会使。啊，不过要赢家己呢，无简单，爱靠这义强。制胜者强嘛，啊，不要讲强气者有志啊。要战胜自己，强了要安怎？爱去强行，靠咱的这个意志吼，志啊，心志。老子讲有做强调这个志啊。无志就是我都展现出来，我都长久，啊，无就知影一个短暂片刻。所以要强行啥？强行是别项啊，强行爱胜自己，胜自己是上难的啦。要赢别人较简单啦吼，对无？我要讲，大家听甲吼，我旁可能咱花点心思可能会使啊，不过我可能袂到迄个能力。啊，可能我要再请家己来内在，遐毛病，遐脾气，遐欲望。念头的不解，迄无啊简单的，迄真正讲要害讲，啊，就知影今仔日4月20日来上课吼，来遮报告一下，啊嘛是定定当初着害吼，连资料看无想无啊，就开始遐懵者，懈怠式的出来，啊，要正见主义，这个挺易吼累，干这真的是很难，所以前一种你甲人讲学习。面对自己的一种道理啦，老子甲咱强调，其实老子强调自然无为，咱毋是要去争什么外口的物件，重点是外在一切知影了爱来面对咱自己咯，要怎像道、像天、像地安尼，无为自然，佮中庸一切万物，这较是困难啦，利己而自利利人嘛，利己之后爱去利他。好啦，咱闲话不可多说，无这后壁会讲袂完。咱今仔报告第34章。好来，咱遮文。本来咱的字足大字啊，但是安怎来对咱的电脑刷来一台刷容易招经体。招经中条条的要全部显示你这页面中这里。我想讲，佮注音拍起来呢，结果可能拍遐注音容易要招经体。我今日无要念台语，无要念国语，咱要念台语啦吼，咱对咱好好念一下啦吼，伊较适宜咱较委屈一下，吼，歹势，吼，大德欢喜，其客者忧，万物是自然生而不殊，吼，念殊会使，念时嘛会使吼，讲成不明有。以用万物以不为主，常无欲，可名无效，万物归元，以不为主，可名为代，以其将不如为代。故能生其代。好啦，咱念一遍就好吼，因为反正有兴趣咱家己去看嘛。那在那边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吼有一寡错解，意思是用较早册吼，点灰啊，吼袂导可能会遗有而已，但是有造，所以版本会无啥共款。那咱学校就用这个版本来帮各位先探讨了吼。因为有的所在上尾啊，就会讲以性引啦吼，佫有话佫有加性引能力。无要紧啦，伊大意是无变的啦，几个字的误差，迄就是重点。学性引的物件，就是学用伫迄个字啊，就是迄个字的精准度啊。当然，性引用伊有伊的意义啊，一个伊有伊的含义啊。过来
的含义其实咱会当去超越迄个文字的迄个限制啊，所以咱前期嘛当去参考别的版本吼，去看卖啦吼。后来咱就依照咱，那我觉得大致上分这4个部分啊，因为咱原本有切这个吼，等于又造诣啊，所以我没切到吼，所以伊无说，所以咱就卖看咱破学本来给它切这4块，咱来先看头老子道德经哦，这咱大概读拄有小可讲着啦。这后学进行报告慢慢讲过啊，因为咱感觉真重要，所以咱每次都会大概提一下。老子道德经的一个精神叫做无为自然，无为啦，无为是讲啥物拢卖做，无为是讲咱无认心的作为啊，是讲我想要安怎，我感觉就爱安尼做较好啦。老子的无为就是讲，该这样就是这样。天地该安怎吼，像咱等下看到宜客遮有。正面也好吼，倒面嘛无要紧，啊悬也好，低也好，好业嘛好吼，善业嘛好。当然天地无好业善业，还是反观对咱人来讲，所以天地大道吼，拢安怎无要紧啊无为吼，伊袂讲今仔只无好，我就爱开始改变。当然生物本能伊爱进化吼，啊个天地的运作伊袂安尼啦，该安怎就是安怎。你伫即个环境，我都我，你就我。你若无法度我，你自己要找生路。啊，要找这个生路，天地创造万物，会互伊有这个能力啊。啊，毋过爱迄个过程，爱时间，爱去演化，可能是一代，可能是后一代。你要看生物就是安尼嘛，代的这个进化演化。啊，所以天地袂讲啊，我今仔日拢无着雨，这物件要打死，要怎办？刚赶紧来就好，也担心预告。你若讲袂过，你就这样子吧，你的生命寿终正寝，就是这么结束了。所以他不会刻意有为的，所以也变成你，所以也展现就是自然，主缘的是公义，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伫咱人看到天地无为自然，咱人效法，该展现出来是叫做不精。不精是啥物拢卖，不要去依咱的意志去争啊，因为咱去争无一定较好啦。咱无去争嘛，无一定会较歹啦，因为上天自然自有安排啦。咱人的眼光吼，看5档、看10档、看20档吼，已經做未來啊。無迄個人會當預測30檔後安怎對安怎啦。更加厲害經濟學家，咱的什麼股神巴菲特，伊嘛是會安怎？會興旺的時陣啊，伊無逐支股票攏穩趁錢嘛。所以更加厲害，伊無法度安尼預測迄個長遠，咱人的壽命短暫，知識有限。所以圣人，伊拢无咧叫人着爱去教咱着安怎去，什么咧预知未来，伊拢教咱随顺哦，顺着环境，随着因的所机为而行哦。这是论语讲的，是论语啦，儒家讲的吼，是中庸。名著嘛有讲顺修依经，很多的概念哦。所以不精，唔免去过度的去争。咱人只要一口气换一点，活乐。咱的心智无心，这才是上重要。心智啊，心智就是讲咱的内在，不是遗守的迄个守，嘛叫无义哦。守咱拄仔开头甲你讲，迄个守就是道的所在嘛。道伫天地位的所在，伫咱人的身躯，迄个伊的基础啦。基础是讲一定是道啦，道就是伫咱人的身躯在作用啊。咱人唔通叫人信道啦。毋过咱人就是因为理性，所以咱唔会去做信道的代志，所以袂使信道。所以无为这个概念，林老祖很强调。伫儒家其实嘛，老子的无为就是以道法自然，一切拢依主的，这样看过就好。那儒家的无为，儒家嘛讲无为，老子是以看这个天地道浩瀚的这个道在讲。那儒家其实佛道伊嘛是会去体悟到这个空性，儒家叫空性嘛。毋过儒家来讲啊，儒家基于人的立场，伊是徛伫咱人，所以咱人不主性本空，这个主性源自于嘛是道的这个作用啦。所以咱主性本空，空就是甲虚空共款，虚空
嘛是咱讲是道啦。法尔如是，就是安尼，就是安尼。一切就是安尼，所以儒家会甲咱讲伫因缘上啊，因缘啊，咱自性本讲咱即个基本起来材料，咱去面对外在一切都是因缘而已。咱的自信不可迷失啊！安尼自心咧起作用，会生万法，就是即个法。法尔如是法，就是安尼尔，就是照啥？照咱的自性显露的物件去应对一切的因缘。所以，那切靠因缘的本质性，然后切靠咱自性的这个定位性，咱就安怎会无为啊？我要紧，反正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伫儒家较更较应势吼，所以儒家咱遮拄有讲吼，所机为义行。富贵咱就富贵啊过吼，啊，今仔民生呢，散啊。啊，去伊顶吼所在边疆地带吼，去有歹去啊，嘛是工课做着即个较艰苦的，咱嘛是安尼做安尼过。啊，若患难吼咧困穷的时阵，咱共款安尼过。所以老子到上尾啊，伊70岁讲伊叫做将心所欲不如己啊。伊照伊的心安尼去将心所欲，毋是讲我想要创啥就创啥，是伊咧起心动念的时阵，咱若袂去逾越即个规矩。啊，规矩里头吼，就是伊的自信保地啦。袂使自信吼，伊的生活念头咧啥，伊面对外在一切，其实拢袂去妨碍伊的心啊吼，诸如言言。所以无言已经真广，啊，咱咧修行行道其实嘛是安尼。咱若修行修到尾啊吼，来去道理听到尾啊吼，有当充满无限的计较、比较。啊，着讲师吼，啥物人来讲我较要去，着为啥物工课叫着我较要做。啊，面对啥物人，即个我介意，较要甲伊加讲两句。啊，即个我讨厌，我就爱插。啊，是讲面对咱一个信念吼，迄个取舍欲望足强的有无？就是自我意识足强的，咱咧修行若个修到安尼吼，有所选择吼，啊，当然毋是讲咱人拢结公公吼，啊，拢无要没有分辨的能力啦，啊，不过咱就是讲面对该去做的时候，如果咱现在个充满做这种取舍、分别取舍，哦，那个都不是正确的迄个修行啦，其实到尾嘛是咧增强咱的自我意识。啥物咱的自我意识愈强，咱就会面对咱介意的物件，咱会越执着啦。啊，面对咱讨厌的物件，咱会越嫌恶啦，愈讨厌。啊，其实这嘛是一种执着性啊。咱因为咱执着着咱自己的感受啊。执着毋是讲执着外口的物件呢，真正执着是面对咱自己的时阵放袂开啊，放袂落啦。外口的物件来的时阵，有一个我的去作用嘛，咱会去看着，去听着，去感受着，咱讲一句话，这个我。要去接收呢，啊，不然这个我若做小的时阵，咱无要紧，听就过啊。人咧甲咱骂，若是讲人咧讲咱的好歹，袂讲听好，咱就欢喜到要死哦啊，讲歹啊，甲讲到要死哦，一世人听袂出来。咱这个我若做小的时阵，无要紧，法尔如是就是安尼好过。虽然这个我愈强烈，咱的执着就愈强，啊，这个我吼随着年岁啦，愈来愈强烈，所以愈来讲。人甲老的时阵吼，爱安怎爱戒之在德啊，德啊，德。人和我有关系吼，人拢要那个讲个几句，这拢是咱面对修行的时，其实说咱咧面对修行，咱毋一定看外口的物件，哦，咱回过头看起来咱家己啊，就是讲咱自己是不是这种遇到事情吼，拢一个坚固心吼。自讲的坚固，是毋是真正足强烈、足强烈、强烈？后来咱进入咱头一段大德法的特质义，这个法吼，伫版本上有3字，拢用这个拢有3个字啊，3个字咧用啊。哦，泛，哎，这3字拢念泛啊。哦啊，所以都用过这3个字为版本，就是写，像好啊，今仔用的是第1字，啊，为用第2字。会用第3字啦，啊，不管用倒一字吼，伫国语词典的解说吼，第1字叫漂浮，第2字呢叫广泛，足跨面的啦吼，啊，第3个叫泛滥吼，水足济时阵就会安怎四界流泛滥。其实简单讲吼，伊遮咧甲咱讲，这个泛代表的拢是水的一个作用啊，水啊，水伫脑子的
概念当中是上接近道的啊。哦，因为水啊，善利万物而不争，伊当利益天下的万物，而且重点啊不争。哦，咱对我讲不争，无要争啊。国基有道啊，像处长人之所，伊处伫咧大家上讨厌的所在，所以讲老祖讲伊叫做水是基有道啦，几乎跟道一样。啊，所以讲大道翻的吼，大道那亲像水共款哦，死过去啊。我讲水作用足济哦，咱而且莫去讲啊吼，简单讲就是意思讲，像老祖伫遐讲叫做大道吼，伊无讲道尔，有的版本无道无大哦。啊，伫咱即个版本有一个大道，大是道作用出来，才有即个大。当然无作用，其实没有大小之分哦。所以后壁讲到即个小高大。所以今仔大道作用出来，咱才有水，水的作用无所不在哦。要去遐道就去遐道，等下咱要讲的迄个科学、迄个纪录片的物件，我影片伤长啊，我有讲的，等下。足侪迄个作用哦，迄个生态的一个运作作用，其实拢是靠水的。哦，所以这水伫即个生态上非常的重要。一个星球要有生命的三星啊，吼，一定要有水啊。水是第一要件的，无水后壁就啥物拢莫讲啊。哦，所以水真重要，真可贵哦。啊，作用非常的大。哦，所以讲大道关系，啊，这文字咱大家看过了。啊，所以讲咱来遮讲即个大道，大道即个大。老师在讲即个大是啥物大？绝对毋是讲形象上的大。哦，所谓形象上的大，就是讲哦，咱以后性就遮大间，哦，毋是一种大。伊咧讲的是一种，毋是迄个是伊的大叫做作用上的大，作用广大，作用广大。伊的广大超越着咱拄仔讲的二号性能遮大间，因为安怎？伊作用遮尔大吼，所以连讲的比咱二号性能更加大间的会出现。所以比如讲像咱研究上做者花旗木的，天台山，迄就是神威啊！咱的一个同事讲走去神威要看花旗木啊，哦，但是附近一景区讲拢无，因为季节不对，去拢看无。啊，神威你看遐大，迄道场遐尔大，啊，到底是像咧大，像咧互伊遐尔大？当然是咱人遐起的嘛吼，啊，人是哪有法度的呢？我们人就是有这个能力，因为道，伊就是有这个能力伫咱人的心上。啊，到底是咱人较厉害，道较厉害？想咱人足厉害呢，啊，不过道较厉害啦吼，所以咱道伊要作用什么？伊袂家己去做，伊会照万物去展现。哦，所以道作用广大，大道。哦，啊，道的作用伫啥物所在？哦，伊的作用广大。哦，毋是咱人去想的即种作用。道的作用，伊是，人家这简单的注解就是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的吼，无所不在。宇宙中遍布所有一切物件，其实拢是道的一个作用而成的一个结果啦。哦，一个物件会伫遐，一定是经过时间、经过空间、经过一个过程，所有因缘的聚合，伊才会伫遐。啊，伊会伫遐，绝对有伊的作用啊。无明显的作用，伊嘛冥冥之中哦，无声无息的作用，这是咱毋知，咱看袂到。哦，等下咱会举例子哦，所以道的大道重点是作用广大，啊，伊的广大就是这样。啊，因为伊生生不息，所以万物安怎？道会创万物嘛，所以万物就一个一直生出来，一直生出来，一直生出来。啊，因为伊安怎一直生哦，所以安怎伊会创造这个时间交空间的这个，伊的作用会展现时间交空间上啊。所以老祖又讲到天长地久嘛，讲天遮尔长，地遮尔久，天会变成即摆天，那以科学家咧讲，一个爆炸了，天是安怎一片混沌啊？咱即摆看天有混沌有黑暗吗？无，天是清的呢。安怎伊啊经过足久的时间去沉淀哦，所以起咧啊落来了，日头壳就变地嘛，伫
地热就变气嘛，所以就变天地。啊，这是安怎时间的累积啊，真久的时间。啊，这个过程当中，就安怎不止哦，伊无停止，伊共阮安尼运作，所以时间经过遮尔久长的时间运作，空间产生出来。那以咱电影来看，天地就产生出来。咱人要生活，万物要生长的这个空间，就在这边产生了。那这个空间了安怎？里面生机无穷诶，非常奥妙，真正我感觉这大自然真的是很可贵啊！啊，这个时间空间是因为道不间断、无分别作用，不间断哦，伊就安尼一直运作。咱较早我听过一个讲师在讲咱人啊吼，咧饲这囡仔吼，拢做上简单的代志啊，敢有影？好像是哦。原来要饲囡仔就是细汉就是拄黏好食嘛，不管什么黏啦吼，拄黏好食，就开始食什么其他的食物，啊渐渐大汉呢，就教伊行路，教伊读册，教伊学啥。啊，不过呢，咱人吼拢做这个代志啊，剩个代志谁咧做？这个身体内底，那医学咧讲就是咱的自律神经、自律系统啊，来对在这个系统啊，这个系统就开始安怎运作，咱的心脏就开始跳啊，一直不断输送养分，咱呼吸入来这个物件，就开始吸收消化，开始转化，开始运作，这咱人刚做会出来，还是做困难的。我感觉这咱人干法度安尼创造一个这个生命体哦，安尼运作。所以咱人做上简单的要饲囡仔吼，无困难哦，你着好食，互伊走，互伊走嘛，互伊环境就好啊。所以咱伊要生干吼，上伊就安排好啊。所以我们人只能做到一部分啊。啊，不过呢，做袂到迄个物件，其实共咱同在的，迄个物件就是咱的身躯内底尔。所以身躯是安尼啊，过咱的心嘛共款。所以咱的心会当思虑到做这物件，会当产生非常侪作用，所以当创造这个世界，像即马物质安尼遮尔不断的进步。啊，这是物质啊，不过咱若搁往咱的内心去探索，咱的心嘛，做侪灵贵的物件，做侪能力很强的地方，比如咱家人放的亲情，人的这个情，所以咱人上珍贵这个觉性，会展现出来就是人情。所以佛教讲，咱叫做有情的众生啊。咱有这个情去爱惜咱的囝儿，所以咱家己去照顾啊。啊，别人的囡仔啊，无啥要紧。啊，不过呢，像无咱啊，咱用爸爸，咱用妈妈会甲咱照顾的阮大。所以有这个情，咱人就去不断互阮这个人啊，生物嘛共款的。生物生一只物件落来吼，了吼，看也无啥你也顾，我毋过咱嘛是安尼一直甲顾，一直甲顾，不离不弃，安尼互伊食的。所以讲到这里来呢，所以就是这样，道的运作伫咱人的身躯其实嘛是真明显啊，是咱无意啊感受。所以大道的作用伊安怎伊非常的广大，啊伫诸间界到处无所不在，所以讲以客遮有，因为安怎伊无所不在，伊才会当体验，会当。所以到处这个作用哦，咱后壁这一章来讲哦，这边哦，第一个叫做可左可右哦，所以道伊正面啊有道面啊。咱后学头影片做简单的啦，各位先生免拢写白话尔，无啥物物件，简单的。所以这个道它可以可左可右，这边个改水啊，这各位先生可以有所体会。啊，会当做会当有，就是因为伊内底有电哦，电就是功能啦，伊具备了这些功能哦，所以安怎伊要去倒边啊好，要去正边啊好，要去遐也会使，要去遮嘛会使。啊，所以安怎伊若能够产生的万法，得去到倒位拢会让创造一片生机啊。所以领先版团这个地方呢，后学没有供太多的道理吼，所以它遍布一切。过来呢，这个以客遮有，咱早头是嘛讲安屋遮有，这其实在讲咱人爱去效法的。因为道伊其实袂去选择环境。道应该讲道作用出来迄个现象，伊袂去因为环境搁去特别改变啊。伊创造出来即个一切天地所有的物件吼，因为即个道所变成了这个结果，伊不会再去特意的去改变哦，它会在那个状况里的时间内，
这咱拄仔拢讲过啊，所以概念就是安尼。啊，所以而且佫用另外一句吼，所以即句问题嘛是应该是中庸吼，甲讲君子义孚命，这义吼，用义的义吼，这义是咧讲平常的意思啦。时时刻刻吼，不管头前的即个情景吼，所给予意义，不管是富贵也好，贫贱也好吼，医德也好吼，患难也好吼，拢保持一种平常心，然后以事命，事命就是等待这个命运天命的一个安排啦吼。哦，上天的这个天命之谓性嘛，用来讲天命之谓性。哦，一切是上天自然有他的安排。上天的安排，不是讲有一个人你要决定讲爱安怎。这个天命啦，佛家咧讲叫做因缘啦。当这个因缘到安怎成熟的时阵，该咱的就是咱的，啊不该咱的吼，咱强求不得啦。哦，咱学校即马大个所在啊，当初买的时阵吼是买法派，啊想看讲哦，迄个地袂歹哦，迄个人拢讲建地哦，要来起啊。啊，买了时咱学校也不懂啦，迄个叫做分区使用证明吼，那个都发局会开一张分区使用证明，顶悬就写讲吼，这块土地吼是建地，啊，毋过伊爱叫做未重划建地，啊，袂中划过建地啦，所以伊必须要经过迄个土地重划的这个过程，才有法度开发。意思讲，这咱若毋捌就听无，就感觉到建地吼，咱要起就当起。结果毋是吼，伊爱经过一个重划的过程了呢，重划的过程就是咱土地爱分配，爱管啦吼，袂使讲我即个地100坪，我就是起100坪，咱是搞确定来可能剩50坪。啊，这是重划的机制吼，这好坏咱莫去探究吼，不过这有哪算公平啦？啊，或许别人不懂。然后这地咱买来那块地就是有4个地目吼，建地有道路用地，还有一个叫做学校用地啊，学校地啊，学校地吼。有可能无钱咱征收啊，我就囥伫遐便宜啊，或许反正就囥迄个。那因为咱对我讲，咱咧土地爱经过重划啊，就土地开发公司要来重划啊。哦，那重划哦，这过程伤冗长啊，或许简单讲就好。啊，要来重划咱是讲好啊，吼，头前迄个路去做。那后来到尾咱即马大迄地啦吼，迄个厝嘛爱重划啊。结果两个无共款的公司要来甲咱做，变成分做2案啊。那本来咱的土地吼，若去重划，伊会分一块照比例分一块地予咱。啊，即马惨啊！伊即马第2个案子要另外重划吼，伊的土地分配袂当甲做伙呢。比如我即马大即地吼，我可能土地用分配伫某个地方，啊，我大即地呢，我爱分配互别人，啊，我家己搁分配我家己我所有的所在。我总希望讲啊，我土地迄个分配，咱感觉我大一个甲做伙无，你不是做好吗？哦，我结果不行嘞吼，因为不行嘞。啊，我想讲安尼，我的权益受侵害，我搁走去写澄清书去市政府。啊，讲啊，我头前搁有一块学校用地呢，啊，这学校用地你应该政府甲我收去啊，甲迄个比例搁分来，我即马连甲要分配的所在，你上圆满啊，我安尼是那个感受啊。结果不行啊，因为学校用地。迄个啥管理的机关无共啊，反正是这么麻烦。后来怎么办呢？我就这样默默的过。结果大概2个月前，好的主任走来找我，你要这块地哦是学校用地，我即马要写计划去甲政府请钱，要来甲你买落去，你看买好无？好无？喂。咱久有哪会对吼？咱好像若硬要强求要去买这种地吼，迄若外口要甲咱买这条地啊，道路用地，迄外伤咱敢知？迄叫做以公告地价的2成在收啊。啊，不过今日校要来甲咱收这块地吼，不过即摆政府是规定讲，这种征收要照市价起价啦。不过起价就歹讲啦，所以因大部分拢会掠。即摆土地有2种计价，一种叫做公告地价，一种叫做公告市值啊，还是现值啊。现值较接近市面上的行情啊，我想咱学校要收的迄公告现值，甲公告地价差不多5倍吧。啊，所以因是讲用公告现值，佮加4成要来甲阮收的。哦，算来有哪有几10万有啦吼。哦，啊，连讲阮迄土地若要分配的时阵哦，要买等啊吼，靠钱通要买啊。啊，所以我就感觉讲，你看，
伊若有强求，土地就爱该安怎处理安怎处理哦。其实是伊袂还袂够，伊面还袂够，咱去强求无一定有啦，结果嘛无一定会好啦。所以咱就安尼就反正就静静的啊，那有机会该去做什么，我们也是去做。不过时机到因缘到，自然而然伊就安怎时机到，伊就成熟啊。若看不好歹，其实嘛拢上天的一个安排。那个例子不能讲太多，这几个讲不完。所以面对一切大自然咧显现的作用是呢，生物伊会安于因这个环境去生长，这个环境当中伊会创造伊的生机。等下咱做伙聊，后一种做伙讲，这个生机就会帮助伊绵延不绝，一直生生不息。看的是咱伊家己的运作，其实拢是有一个道理，即内底咧运作。不过道伫运作，毋是道运作，伊重点是求内底有理啊。有一个理伫即内底，所有一切万物拢是照即个理咧运作。只要照即个理咧运作，生机就安怎就一直下去了，一直繁衍下去。所以安无则有，积无既生。这积无既生是大家讲的。面对外口的一切积无既生是讲去外口找一个上好的所在，就是讲外口上好的这个一切咱去面对，用咱的自身的这个本体。咱人拢有一个自身地啦，自身的本领啦，就是咱的自性嘛，咱的本性。那咱面对一切，其实就是用咱的本然具足的这个上好的所在，去面对伊啦。这个所在就是咱头前依属名那个意那个意就是咱的心要保持你这个平常。要保持这个平常，心要保持平常是足困难的啦。尤其咧依在居易的这个阶段居易就是伫遐等啦宿命就是伫遐等啦。咱人咧等的时阵，足够心浮气躁的呢。咱咧停工顶会停甲足欢喜嘛？袂啦，我感觉袂，嘛不一定讲袂啦。咱咧停工顶人因为迄个红顶若互阮停即个1分钟、2分钟的差2秒冲无过咱的心浮气躁。咱我可能一定会啦，气到要死我。这头前一台车微车感动着，咱会开心。所以人要等这个小可代志，就是安尼啊。更何况去面对咱人生的一个要去等待迄个时机迄个机遇，那个有时候真的是很不容易啊。要有法度用上平常的心去面对这个外口一切的因缘，就是爱找到这个至善，止于至善。然后大家有功夫不熟了，要讲嘛，一记以后优点，等一直下去。继承这一对位真真重要。知影只有继承嘛，爱有法度只有继承啊。所以咱咧修行学道，咱传三宝，念行观要创啊。灵魂对遐出去嘛，当然对遐出去是真重要。不过灵魂爱转来伫遮啦，心爱转来伫遮啦。常常互咱这个心转来伫这个所在，这个所在伫倒？咁真正离很远的是啦，这个所在是咱的身躯上，就在我们的，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啦。爱修会掉，人拢放出去。后来这段万不习己，宜先宜不俗。讲显不明义，宜用万不以不为主。你讲万不呢，拢依照这个道而生当然这意思咱先跟你讲就好啦就是讲世间的万不其实拢是照这个道的理当然道不是特别去生它，不过道创造这个生机了，这个生机会互相去创生，互相去造诣彼此啦。咱先甲字义解释完，咱来讲咱后壁讲的这个例就是边仔这只鹿肉咱先甲伊意思讲道运作会互万物呢，拢有这个生机。生机彼此之间互相去理性，互相去，因这个生命一直绵延不绝。那一代换一代，也是讲互相伫遮成长。重点是这个伊不俗不死伊咧做创造这个生机了，伊袂讲我互你了，我会插你啊。所以伊一个理即内底咧运作，这个气咧流行讲理气上有力了，有这个气咧运行。这个气的运行是讲迄个空气而已啦，
即个是一种运作，无形无相当中的一种的运作。然后呢，讲成不朋友，而且呢，伊创办了伊会互伊有成，会有成一个成果啦。会互伊有成哦，袂讲啊好，那个无没有结果。啊，即个成另外加一个功，啊，伊两组咧讲哦，叫做见成是功啊。伊要会成，绝对拢要有功在里面。这个功就是依教主成，也是讲迄个成，迄个什么成？天灵之有成，迄个成。万物伊本身具有的迄个本能本性，去展现，这叫做功啊。依照这个功来去作用，伊才会成。有这个功的作用，伊才会成了，才会事，才会随啊。事随就是讲代志才会做较圆满啊。所以老夫子讲功成事随心体，代志会成是因为咱人去做，咱人有法度把这件代志做甲会成，是因为咱人有自成这个能力，会当去做这件代志。若无咱人要做代志袂成，因为咱无自成，咱就是事物啦吼。咱具有这能力，所以咱就会成。咱人想要去飞吼，一定袂成，因为这件代志咱人的功不具有，所以咱人袂飞啊吼。所以，难讲咱人想要飞就会飞，难怪咱人冲着危机哦，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我是讲咱人本来的这个要能够成这个事情，事要会成哦，必须功是有的，功那个功能内底具有哦，到我都成一件事啦。所以讲功成不变有就是天地创造万物，万物的成一定有迄个功，会当互伊去成一切。树啊，伊有即个成，所以我都一直生啊遮大丛。会当树就有树的作用嘛，花就有花的作用，什么就有什么的作用。伊的作用，伊有即种作用，是因为伊具有即种性，伊有即种性是来自于哪？来自于德的赋予啊，是不是安尼？所以一成必须要有功，要有功啦无功迄种性拢是假的啦，它是短暂，它是片刻，伊袂永恒永恒就是讲伊无法度一直传递下去啦，所以鸟仔生出来，鸟仔一定会飞啦，狗仔生出来，狗仔袂飞啦，狗仔生出来，狗仔会汪汪叫伊袂喵喵叫啦，因为它的功是不一样的所以该讲重点，功成不名有毋过天地袂甲讲，要有一个名相上的有这个词啊、有啊、名有，这拢是其实徛伫咱人的角度咧看，这个天地，顶半段每一句的前半段拢是咧讲德的迄个浩瀚的作用，浩瀚的作用其实德主言不一样，不咱人的会想讲就有后壁这种的想法，迄若叫咱万物视之而生，咱去照顾万物有人狗仔饲无3工就无爱饲啊我们就会迟了，有没有？因为咱无介意这只狗仔讨厌这只什么物件，有人就不爱饲，要无饲那个狗。可是天地不一样啊，天地咧给万物的这个生机，被记啦被推迟啦，被讲迄个了就无啊。过来讲伊用万物以布一主安怎伊生头前视之而生是讲互伊生，过来搁互伊有法度万物之间互相依生，依养万物嘛。天地袂甲讲，我就是主人，不为主，这个概念很容易啦一般咱饲狗仔会甲当做主人这很自然的。鸟嘛会所以万物就拢会安尼啊，养它的就会把它视为主人。天地万物在生养，这嘛其实在生养万物嘛，其实天地也袂甲当做家己是伊的主人。概念文字上写的，那我来讲一下咱最近看的。这个字文艺大概常课节的好啦这个参考一下，但你咱讲完那个再回过头来讲一下，咱讲对这样老爸开始讲这一支路，咱看这个影片你的 Netflix 顶管它的好像就叫做后学只看了2集不过看了感觉真有意思如果好看咱今天咧讲的这个德的这个鸟的像，Netflix 直接叫做我们的生物世界，也开始讲生物上世界。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万物，其实是互相相依相生啊。伊一开始做好耍的哦，迄个影片一开始有一只不是为人哦，有一只犀牛，犀牛做大只，伫尼泊尔的罗林咧行啊。真诶，我当作互我当作假的，我当作是人个什物电脑动画做的哦，伫罗林咧行，伊要创啊，伊要对即个所在行去即个所在食草啊，食伊的食物啦。伊对这开始讲啊，伊就讲犀牛为什么会从这边走到这边，都会有一些因缘啊。你讲会有这样子是代表有较早的原因呐。啊，因安尼去行了，可能未来也会有对未来造成的一个后果啦。啊，当然这个是一个事件，伊对这开始讲的对北方边缘的这只麋鹿驯鹿开始讲啊。然后咱这驯鹿哦，住伫应该是伫加拿大的北方，伊还拢冰天雪地。啊，这种鹿啊，伊住伫迄个边缘哦，遐吼啊，伫遐咧生长，爱拢食草啊。那伫迄个环境当中哦，有啥呢？有野人伫甲虐啊。哦，啊，伊即马就开始讲，因为野人吼会常常要去虐这个鹿啊吼，所以这鹿啊，迄鹿啊都济，迄鹿啊有几十万只，哦，也是讲几万只哦，所以拢会野人啊，甲虐因的四界走、四界走，所以伊袂固定伫一个所在咧生活，因的四界走、四界去。啊，因为鹿啊，伊会食草，啊伊即摆去到倒位吼，伊就开始食，啊草啊食了呢，迄北方嘛，迄加拿大去迄种结冰啊，所以因为伊食草，所以下雪了，遐个雪就覆盖原本有草啊，啊即摆伊甲覆盖就变绿色，因为有遐个色，日头光照落来了，伊会甲80%啊多少的阳光热能都反射到。所以让保持北极迄个所在，保持迄个冰冷的状态。啊，就是因为伊个世界走，所以迄个冰天雪地的范围就较宽。啊，伊的世界走是因为安怎？野鹿比较强。那伊讲即摆继续落来了，因为北方保持即个冰冻，所以要冰冻海水就爱结冰，海水结冰落去了呢。我讲的，不能弄图片啊，变太花费时间。啊，就是因为结冰，所以迄冰哦，即摆结冰伊就浮开来，所以海水就一直结冰哦，因为冷嘛吼，啊阳光迄个热能，拢去互迄个反射开了，伊就开始结冰，一直结冰水冷，结冰冷热水就往下跑。那海水遐尼大，遐尼济，这种的能量其实是足惊人的，所以伫大海内底有一种叫做洋流啊。洋流是海洋哦，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高速公路啦。因为洋流伊世界走哦，伊即马开始了，伊从北极窜到南极，哦，所以伊全个地球顶管遐洋流是足济，遐拢有非常的大，所以迄动物啊，咱有啥感觉鲸鱼有啊，还是迄一寡海洋生物，那有可能对南极啊，是对大西洋讲游到对倒位去，其实就是靠洋流啊，洋流对了循环的迄个去啊，啊，就是有洋流安尼带动一寡。伊咧热水、冷水之间的这个交替哦，所以以这个影片拖落去来讲，有这个洋流的这个带动，所以海洋世界珊瑚礁内底万物的生物生生不息啊。所以就开始讲内底一篇，内底是我深入的故事啊，吼，这来去讲啊。哦，所以因为这个洋流咧带动了，所以海洋生物、海底世界的语种其实是超乎咱的想象哦，非常这样。啊，所以现在鱼啊，就是互相去细只的、大只的金鱼，哦，伊就拢伫遐洗嘛。咱知影迄个金鱼啊，做大只迄金鱼30-40公尺，迄种金鱼，什么金呢？过前咱知影因活的时阵拢食迄个上细只的迄个什么，那叫什么啊？鳞，就是细只的物件。啊，金鱼死去了怎么办？金鱼死去了，伫自然界有一个名词啊，叫做鲸落啊。迄只鲸吼，迄只海蛤啊吼。落到海底，伊会变做迄个，伊本来伊食遐物件变来甲食，伊的行为自然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生态哦，伊会当滋养足济些鱼类生物啊。不然海洋慢个讲好，即摆讲这洋流创造这个海洋世界了，这个洋流伊共阮继续走，伊即摆佫走去迄个，走去甲迄个非洲撒哈拉沙漠，伊的冷空气安尼走去到遐。甲因撒哈拉沙漠迄附近热带迄个沙漠遐热空气遮
交错了，产生雷雨哦，雨啦。然后因为雨水到到社会内底有一寡有机质哦，就离遐就大雨，所以使得人家原本的沙漠拢无生机的哦，因为一年会有1季啊，是2季的大雨，然后冲着一个差不多几个月的迄个丰富的生态，所以迄个非洲草原遐个生物的利用这个雨季，所以有狮子啊，有什么马啊、大象、河马什么物啊，伫迄个短暂3-4个月期间，因就伫遐互相安尼生活，我当然就开始弱肉强食的那一面啦。啊，个雨季，迄个丰沛的水季的时间总是会过啊。所以过去了要怎办呢？遐生物到尾就是遐想办法嘛，是慢慢啊，甲伊会当食的物件拢食嘛，啊会去淘汰就自然淘汰伊。啊，当伊淘汰了，到尾想尾无法度的时阵，伊又恢复干枯啊。然后大象为了要食树仔顶的叶仔，伊会甲迄树仔送倒，甲叶仔挽倒来食。啊，伊送落去的倒去的这张树仔，开始腐败，伊的养分落去土，然后呢，因为拢打去啊，所以就会产生野火，火啊，火烧啊。即摆火一烧。